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续乐亲颂主在圣殿中。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多满了强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收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现在祷告，请弟兄姐妹们静下心来做一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永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美味。今天所讲的讲道，受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姐妹请起立。当我瞻仰你。
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圣灵感应，和同生理来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从暗活人死，信圣灵，信圣而公的教会，信圣徒宣统，信罪的赦免，信身体生，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祈文。今天的祈文在诗篇50篇1到8节，以及22到23节。等一下由我来请弟兄姐妹来印。诗篇50篇1到8节，以及22到23节，在旧约581页。当然者上帝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全美的喜安中，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开口。他招呼上天下地，说：召集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我并不因你的饥饿责备你。你们忘记上帝的，要思想这事。来，第2、3节，我们一起。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接下来公祷。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首先为北欧国家冰岛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教会来祷告，台南卫理堂吴东泰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为台湾行政所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党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的造就来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让他们工作尽都顺利。以
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我们同诵主祷文。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圣，愿你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在，如同我们在，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圣道理。今课我们请宜华姐妹为我们攻读。今天要攻读2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1章1节，10章20节。第二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的1节到3节，8到16节。以赛亚书第1章，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10节，你们所多玛的长官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恶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愿语的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求，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要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所亲口说的。第二处经文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1到3节及8到16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这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第8节，亚伯拉罕因这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这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乡居住帐篷，在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因这信年，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
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以上是上帝的圣句。谢谢迪华姐妹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读经。今天的经文有2个地方，第一处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第二处经文在哥罗西书3章20到21节。我来公断这段经文。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在新约64页，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所晚的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人的中间。走了1天的路程，就在亲属和熟识的人中找他，及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书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接下来是哥罗西书3章20到21节，在新约222页。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正道，你的孩子不是你孩子。我们请世界展望会郑寿凡郑牧师为我们传讲。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谢谢教会，让我们展望会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里跟教会请安，能够来这里跟教会报告我们的服事。明天是父亲节，所以我在这里先祝所有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虽然是父亲节但是呢，我发现我近年来越来越发现要分别父亲节和母亲节的信息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因为以往我们总是能够在母亲节的时候讲关于母亲的角色，在父亲节的时候讲关于父亲的角色，但是近年来我发现父亲跟母亲的角色越来越重叠。因为以往可能都是父亲负责在外面工作养家，那妈妈在家里负责做家事，负责照顾孩子，处理家务。但是呢，近年来越来越多是父母双薪的家庭，然后2个人都需要负责
家里的事，也都要负责外面的事情。所以在现代的家庭里面，两个的功能越来越相近。所以我今天讲的很多的部分是包含父亲跟母亲在内，但是有一些是特别跟父亲有关。如果我们当过父母，都会知道当父母很不容易，对不对？你们觉得当父母容易吗？不容易哈，当父母很不容易。以前我都会听很多人说，当父母养育孩子的诀窍就是你要建立规矩，然后说到做到，你说出口的就一定要做到，然后要坚持到底，赏罚分明，好，这样你的孩子就能够把他养育得很好。然后我自己当了父亲之后，就发现事情不是那么单纯。通常老师在教班上的学生都教得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老师自己的小孩在班上都是问题学生，在学校都是问题学生。不只是老师，我自己身为牧师，我知道很多的牧师也是这样子。很多的牧师牧养会有牧养得很好，但是牧养自己的孩子非常的困难。孩子通常都是教会最大的问题。那因为对于牧师的孩子来说，有时候他常常觉得他的爸爸不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别人的爸爸，不是他的爸爸。那所以当过父亲就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教别人的小孩总是比较容易，因为亲子的关系始终是两个生命之间的碰撞跟拉扯。亲子之间的关系，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或者不止两个人，父母跟孩子生活在一起，那种亲密的关系是两个生命互相敞开的一个过程。所以不是只有规矩，不是只有赏罚这么单纯，这其中还包含了彼此的软弱。我们跟孩子生活在一起，我们如果跟学生，我以前当过补习班老师，所以觉得面对学生的时候我可以装得非常的好，我可以演得非常的像。但是跟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形象就会一点一点慢慢的崩解，因为他会在任何时候都看到你，所以在你最软弱的那一面，他就会看到你，他也会问你。彼此有彼此的期望，彼此有为彼此牺牲的时候，有为彼此有接纳彼此的时候。所以一个家庭生活在一起，有非常多复杂的感情，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很多生命的实况和现实在里面。所以不像在成为一个父亲之前所听到的，就是我们能够很简单的一套规则或者是一个公式，我们就能够把孩子带好。当了父亲之后，发现没有公式这件事情。当了父亲之后，发现每个生命都是如此的复杂，如此的难以处理。我们以前都用强迫的教育，就是父母会把自己的期望加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呢一直鞭策他，对不对？然后一直训练他，不会去管他想要做什么，都会希望我们的孩子按照我们的规划来过他的人生，或是按照我们的规划来发展他的兴趣也好，发展他的职业也好，选择他的科系。但是时代一直在改变，所以现代的教育强调要不断的沟通，要更深入去了解孩子的需要，要更深入去了解孩子的处境，让孩子能够按照他的特质来发展。这个是很合理，因为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群动物在那里上课，有猴子啊、鱼啊，然后长颈鹿啊、熊啊在那里上课。然后有一天老师考试的时候说：“好，我们现在开始考爬树。我们现在开始考爬树。那我们看看，就是那我们大家来看看谁的学习的状况最好。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这样子考下去的话，一定是猴子最高分，对不对？那如果他要考游泳的话，可能就只有鱼能够得分。所以在我们以往的教育，就是希望所有人能够一致，所有人都能够朝同一个方向发展。
但是我们越发现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特质，每一个人有他的适性，所以呢，我们在现代的教育观念就是我们要去挖掘出孩子的特质，我们要挖掘出孩子他的兴趣，然后我们让他能够按照他适当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到了现在，很多的父母还是他的习惯或者他的背景，他过去受的教育，他还是没有办法适应，他还是转不过来。所以差不多在4年前有一出电视剧，就是这个名字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有看过这一出电视剧吗？叫《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好，他就是在讲说，他就有很多的单元然后都在讲说父母想要控制自己的孩子，就是说你不能把孩子当成你的财产。虽然说是你的孩子，但是这个你的意思不是说他是你的财产，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去对待他。你的孩子不能当成你的财产，你要去跟他沟通，你要去了解他，你要去尊重他的想法。在亲子关系里面，沟通很重要。但是我们做过父母，或者我们做我们爸妈的孩子，我们也都知道，沟通大概不是每一次都有效，是吗？而且常常沟通是没有用。在耶稣12岁那一年，耶稣12岁那一年，他们全家按照律法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然后呢，结束以后，在回去的路上，耶稣的父母走了一天，发现耶稣不在他们的身边。那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一对父母有一点夸张就是去旅行，然后走了3天，还没有发现才发现孩子不在自己身边走了1天才发现孩子不在自己身边。但是这事实上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因为当时往耶路撒冷朝圣以他们的文化是整个家族一起去，所以他们可能以为耶稣跟着别的亲戚一起走，跟他们的家族一起走可能跟别的家庭的孩子走在一起。那当他们发现耶稣不在身边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就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回头去找，然后找了整整3天，才回到圣殿，找到耶稣。如果我们是耶稣的父母，你会有什么反应？报警，好，还有吗？先揍他一顿，是吗？找了1天，我找了整整3天，人都不知道在哪里，要去哪里也不讲一声，要留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说，你就留在那里。好，所以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愤怒，我们会非常的生气，我们可能会责骂他，你到底在搞什么？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嘛？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紧张？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行为啪啪啪好下去。那有时候我们会很习惯性的先在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先责骂。那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因为3天找不到孩子，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在现代就是一个失踪的事件直接报警。但是我个人觉得玛利亚的沟通方式还不错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下。她虽然也是责备，但是她先表达她自己。好，她虽然也是责备，但是她先表达自己被对方的行为伤害。她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好，接着她表达身为她父母的担心跟他们的焦虑。他说：“你爸爸跟我来找你，而且是这么伤心的在找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不是先责怪对方，而是先表达我受伤了，我在这个事情当中受伤了，然后才询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看我们这么伤心。好，所以玛利亚的责备是合理的，对不对？
玛利亚的责备应该是很正确的，对不对？我相信所有的家庭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于孩子这样的责备都是很正常的，通常力道都应该比玛利亚还要大，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这是父母的担心。可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是有一些纠结。为什么有一些纠结？因为他责骂的对象是耶稣。如果他责骂的对，代表耶稣做错了，是吗？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耶稣做错了，所以被骂这件事情，这会引起我们的内在冲突，会引起我们信仰基础的问号。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总是有各样的理由帮耶稣开脱。但是如果我们以正常的家庭来思考，其实玛利亚的责备很合理。身为一个妈妈，当然她有这样子的回应，但是耶稣的话却让人很难理解。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当玛利亚说：“你看，你爸跟我这么伤心来找你。”耶稣的回应是：“你说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你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天上那一位。如果是我，我应该会给他一巴掌。养你那么大，你认别人当爸爸；养你那么大，你不认我这个爸爸。”我有2个女儿，是一对双胞胎。有时候说：“爸爸抱抱。”他们说不要，然后去抱妈妈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开始滴血啊。所以，如果他们不承认，如果孩子不承认自己是爸爸，我想对爸爸来说很伤心哈。所以他说：“你说的爸爸不是我说的爸爸。”他说什么？他说：“为什么找我？难道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爸爸，我应该关注我爸爸的事情吗？”他讲的爸爸是天上的爸爸。难道我不应该关注我天上爸爸的事情吗？那这句话在原文里面，它可能有另外一种意思是：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该在我天上爸爸的家里吗？好，一个是 why， 一个是为什么。就是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们？你为什么让我这样，让你爸爸跟我伤心的找你呢？玛利亚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他回答的是 why， 他回答为什么？他说：“你问我为什么这样对你们？可是你们的伤心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天上的爸爸给我的使命。”耶稣的一生确实是这样服侍，因为他的使命就是他以他天上的爸爸为重，所以他走上被钉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把他的父母交托给他的门徒，本身就是让他父母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另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在我爸爸的家里，回答的是在哪里的问题 ，where 在哪里的问题。他说：“你们四处找我，但是我当然应该在我天父的家里面。”而后来也是这样。他的服事一直都没有待在家里，他的服事是流离失所，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一直顾念他天上的家。好，每次我们说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耶稣是如此重视他的服事，我们也要学习这个耶稣的精神，把我们的信仰摆在第一位。但是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做父母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这样。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把他的信仰放在自己的前面。所以耶稣的回答合不合理？对父母来说是不合理的，因为不管你回答的是 why 还是 where， 都不是一个好的答案，都让人不舒服。更难理解的是耶稣的语气，耶稣的态度，不是我们传统想象的一个好孩子。耶稣的态度是：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们为什么这样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
耶稣的语气有一种惊讶，有一种责备。他自己标新立异就算了，他还很惊讶他的父母不懂他的想法，他还很惊讶他的父母怎么会责备他。这个孩子很特殊，一个孩子如果做这个举动应该很特殊，对不对？正常的孩子应该在这种时候他都会知道爸妈生气是很有道理的，说什么这时候都应该要乖乖的听话，这时候都应该要头低低的，就算你不服气也要假装你听进去了。但是这个孩子非常的特殊，这个孩子竟然很惊讶他的父母找了他3天，竟然很惊讶他不见了3天，他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拼命找他？为什么他的父母竟然不理解他正在努力进行他天上的爸爸的事情？然后耶稣最后还责备他们。如果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说啊，这个家庭亲子关系很不好，这个孩子的教养很差，对他父母这样讲话。可是这是一个很敬虔的家庭，知道吗？耶稣的父母在耶稣出生以后，按照律法上的各种规定，把孩子献给上帝。不只是这样，他们还按照律法，每年从家乡前往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这个家庭虽然贫穷，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献的是鸟，如果你有钱就献牛，如果没那么有钱就献羊，如果你真的很穷，你就要献2只雏鸽。那他们献的是鸟，所以他们家是贫穷的。虽然他们贫穷，可是他们非常敬虔。这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敬虔到这个孩子以天上的爸爸的事情为念。也许因为太敬虔，所以耶稣只专注在信仰的事上。然后这个家庭还有一个非常擅长沟通的妈妈，因为玛利亚在沟通的时候，她不是第一时间责怪，她是很克制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当然这个家庭还有一个习惯沉默的爸爸。好，这个爸爸就符合我们传统爸爸的形象，是吗？就是因为我们爸爸通常在外要面临外界一切的挑战，还有要负责养家，要供给生计，所以呢，通常这个爸爸是比较沉默的，是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感受的。好，所以有一个习惯沉默的爸爸，这个爸爸连他的感受都要透过妈妈说出来。妈妈说：“你看，你爸爸跟我这么伤心的找你，可是他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约瑟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这是一个这么敬虔的家庭，这是一个擅长沟通的妈妈，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互相理解。这对父母跟这个孩子之间没有办法互相理解。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我们刚刚说过，他是一个爸妈找了他3天，他觉得没有需要，他觉得他不能理解这件事的孩子。最大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耶稣是一个太特别的孩子，我们不需要想他的行动，光是他的身份，我们就已经觉得他很特别。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这么特别，当他的父母应该很辛苦。我们很难自圆其说，说耶稣对他爸妈说的话很恰当。我们很能理解玛利亚对耶稣的责备，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玛利亚真的不了解她的孩子领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在这一段经文的前一节说，他渐渐长大，说耶稣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虽然这个孩子才12岁，他还没有成年，但是他坐在这些律法教师的中间，这些最熟悉圣经、最熟悉律法的人的中间，边听边问，可以让所有听到他说话的人都感觉到稀奇，稀奇他的聪明，稀奇他的应对。
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天才儿童，而且是一个好像活在自己世界的天才儿童，有一点像，对不对？所以耶稣除了聪明，他对于信仰的理解跟眼光也是高人一等。但是很现实的是，因为他的这个成长，因为他的这种智慧，因为他对信仰的高人一等，让他更没有办法理解他的父母，让他的父母更没有办法理解他，让他们彼此之间更加无法理解对方。因为耶稣对自己使命的理解显然高过他的父母，而他的父母不能够理解，所以耶稣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孩子。耶稣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孩子，这是他们家庭发生很大冲突的原因。但是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会发现耶稣其实不是个案，是吗？难道每一个孩子不是都很难理解吗？耶稣是如此独特的一个孩子，但是难道我们家中的每一个孩子不是如此独特吗？我们许多的家庭其实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孩子的想法是爸爸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互相理解？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曾经觉得父母不懂自己。我小时候做错事情被骂，常常觉得妈，你需要骂得这么夸张吗？你需要骂得这么凶吗？我做错事情我不知道吗？你需要骂到这么凶吗？我又不是听不懂，你不要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这是小孩共同的经验，就是我的爸妈会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我的爸妈只要一件事情被他抓到了，他就会把10年前的事都翻出来。所有的孩子都有共同的经验，我只要做错一件事，好像被逮到一个把柄。但是我跟我妈妈沟通过这件事情，我有一次跟我妈说，妈，其实我做的事，其实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啊，你讲一次就好了，你干嘛要一直讲？然后我又后来因为牧会的关系，我又跟一些青年的家长聊天，谈论他们的孩子，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共同的经验不是只有孩子有，所有的家长也有共同的经验。什么共同的经验？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其实我在骂你的时候，我已经很克制自己了，我已经很节制了，才会念得这么少。如果不是我很节制，我会念得更长。所以我在骂你的时候，我已经很克制自己了，尽量不要念这么多。而且我节制完念完你，我晚上还睡不着觉。父母都有共同的经验呢。我们发现孩子有共同的经验是爸妈会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停不下来。但是父母的经验是不是？我骂你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克制自己，不要爆发出来。我已经在忍耐了。所以你看，两个人的这个界限和范围差这么多。反过来说，也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觉得孩子不懂事，对不对？孩子做的决定，怎么老师在我看来就是怎么样都不对，你怎么会选这个科系呢？你怎么会交这个女朋友？你怎么会带这个男生回来？你怎么会做这一份工作？你怎么会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所有的父母都觉得孩子不懂事。但是时代越进步，我们越来越发现，有时候孩子对事情的理解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每一个孩子受的教育都永远比他的父母进步20年以上，对不对？对吧？我受的教育是比我父母进步20年的事情啊！我父母受教育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我受教育的时候已经知道电脑这些东西，已经开始有网络，我可以上网查东西。但是我父母那个时代，
他们完全没有这种东西耶。他们要写什么东西都要用手写，然后他们接受的资讯是20年前、40年前的资讯，跟现在比起来，40年前的资讯。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低估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所受的教育其实是进步几十年的教育，而且他们生长在他们是一个网络的原住民。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有网络，他们出生的时候就人手一机，他随时可以上网，他随时可以接收各种资讯。所以发现很多的长辈对于网络上的资讯没有办法判断它的真假，对不对？他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但是孩子常常会，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孩子常常会跟你说：“哦，不要再传这个了啦，那个假的啦。哎呦，你不要什么都相信啦。”有一个故事说，20年前，20年前是妈妈跟孩子说，你不要什么都相信。20年后是孩子跟妈妈说，你不要网络上什么人都相信。我以前当补习班老师的时候，我刚开始很喜欢对学生说，你们现在读书哪有那么辛苦？我从小被打到大，以前都是考试少1分打1下，对不对？然后揍你的时候都是那个手扶着墙壁，趴在墙壁，然后他开始揍，打你的屁股，但是他都打不准，所以会打到你的背。所以我有一个国中同学，他是到了高中的时候，衣服翻起来背上都是藤条的痕迹，不会消，因为老师打都打不准，然后老师都疯狂的打，因为他那时候国中交女朋友，老师想到这件事就把他抓来打。考试考不好再加倍的打，然后每次打都打不准，所以打到他背上的痕迹不会消。我说我们以前这样子，我就跟补习班，我以前做补习班的时候跟那个学生说，我以前这样子，你们现在有吗？你们现在随便骂一下你就告老师，随便碰你一下，念个什么，家长就告老师，你们哪里辛苦？现在老师都不能打你们。我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在他们的处境思考，他们面对的压力跟我们以前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只要傻傻读书嘛，有好成绩、好学历，出社会自然有好工作，然后成立一个家庭，就可以找到好的有好工作，你就可以找到好的对象，成立一个家庭，生孩子，然后你这一生就会很完满。所以我们的压力就是书读不好，全部的压力都在书读不好，联考那一次考差，你的人生就毁掉了。所有压力就在那一次。但是现在的学生什么都要学，你发现他在学校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会，因为所有东西都算他的成绩，他体育要好，美术要好，还要会乐器，然后他要参加一些团体的服务的时数也要算进去，然后他的读书还有很多的科目都要读好，所以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学，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都很重要。然后呢，现在教育很发达，所以所有的人几乎都可以上大学，然后大部分人都有办法可以考研究所，如果你愿意。所以他们出了社会就失业，他们必须很早就开始面对很多的选择，还有没有方向的那一个无力感。所以时代一直在改变，代沟也跟着出现。如果我们好好跟孩子聊天，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他们不是不懂，他们只是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不只是时代的不同，在同一个时代下，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我最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孩子是一对双胞胎，他们是一对同卵的双胞胎，他们从出生的时候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从出生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给他们相同的爱，我们还很注意，我对他怎么样，对另外一个就要怎么样，不可以偏心。然后买相同的玩具，买相同的衣服，这个有的他们就要有，吃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们从出生以来，他们的个性就完全不同。他们的个性从出生就完全不同。一个是学者型的，你叫他做什么，他要先旁边观察。另外一个很开心，他就很乐天，然后就去做了。但是一个就学者型，他一定要观察。
等到他观察完了，好，我要加入了，人家已经结束了。有一个学者型在旁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实战型的，他就是什么东西都想尝试，可是他坐不住，他坐下来画画几分钟，他就起来走一走，他就想做别的事情。另外一个学者型的可以坐在那里，就是一个下午把整本东西都做完。一个不到6岁的孩子，他坐在那里一个下午，把整本给他的那种，就是可以画一些图，或者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理解一些东西的那种书，他整本就可以做完，然后一本接一本。然后另外一个不行，他做2页就爸爸我不想做了，爸爸我不想要玩这个，我想玩那个，玩那个爸爸我想玩这个，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个性。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独特。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想走自己的路。我问你哦，如果你的孩子他们想走自己的路，不想走你希望他们走的路，你会不会很伤心？不会，可能你们孩子都大了，所以不会伤心了。我遇过很多会友是很伤心哎，他帮他孩子规划路，他不走，他真的是伤心啊，然后愤怒，叫他读这个他就不读。叫他走这他就不只叫他考这他就不考，偏偏要去玩乐团，偏偏要去跳舞，那个有什么出路啊？很多父母都这样会跟我讲这样子的话，然后所以他们不走那个预期好的路，他们会很伤心但是我反过来问你的孩子如果很独特，你高不高兴？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很独特？看独特哪一方面，对不对？但是我再换一个方式问，你希不希望自己很独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很独特，都希望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当然是好的方面。可是我们都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很独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走跟我们能够走一个比较安全的路，因为我们不想要他受苦，因为我们自己走过很多冤枉的路，所以我们不愿意孩子再去尝试那些路。我们有一些人生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他不要走冤枉的道路，所以我们很难去欣赏那一种独特性。但是那一种独特性是上帝所赋予的。我们看见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性别、种族、个性、特质、长相、身高。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有一种独特性，所以我们需要去欣赏那一种独特性，因为那一种独特性代表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代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也是上帝的孩子。代表你不只是你父母的孩子，你也是上帝的孩子。代表我们跟我们的孩子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上帝都赋予每一个人独特的价值。明天是父亲节，我们所纪念的不只是我们肉体的父亲，因为是主日，我们也纪念天上的那位父亲。因为那位父亲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每一个独特的人，因为那位父亲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有一个专属的价值，我们都是限量版，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连我们身为肉体的父母都要，肉身的父母都要在那种独特性面前谦卑，因为我们要谦卑的认识到上帝赋予你的孩子有独特的价值，我们要认识到上帝对他的生命有独特的计划，有独特的呼召。这不是代表说他就注定好要做什么事，而是他有一个特定的特质，以至于他在某些方面他能够回应上帝的计划，他能够回应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美意，他能够发挥那个价值。每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个体，而这就是展望会在做的事情。这就是展望会在做的事情。展望会在做什么？
我们在帮助很多的弱势的孩子，一些最贫穷、最弱势的孩子。因为我们认识到帮助这些孩子的意思不是给他们钱，不是帮助他们度过一时的贫穷。我们认识到帮助这些孩子的意思是，这些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而他们身上每一个都有上帝赋予他们很独特的价值。只是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没有机会去发挥他们的价值。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没有机会去活出上帝他们在他们身上的计划。所以，我们给予他们帮助，是要给他们机会，能够恢复上帝的创造，能够活出上帝的价值。歌罗西书3章20到21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因为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不是把孩子当成自己的财产，我们乃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要让他能够活出上帝赋予他的独特性。因此，我们身为儿女，要遵从父母的话语，因为父母是上帝所差遣，在这个地上，上帝把我们托付给我们的父母，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经历到上帝的爱，我们能够有形有体的经历上帝的爱，经历上帝的尽心尽力。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个体，内心深处都有别人没有办法触碰的地方，所以再亲密的人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对方，这是我们身为人的限制。连耶稣，上帝的儿子，也有他在人性上的限制。在面对这样子的限制的时候，耶稣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超越性，自己超越性的那个理解，他对上帝深刻的那个理解。可是当他很惊讶发现，我的爸妈没有办法理解我在做的事情，没有办法理解我的理解，他做的一件事情是顺服。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特殊或是了解的更多，他就轻看地上的父母。他出于爱，所以顺从他们，继续尽他作为儿子的本分。玛利亚很清楚地表达自己在这件事里面受伤。玛利亚认为耶稣有不恰当的地方，玛利亚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她的孩子。可是当她发现她不明白耶稣的时候，她不明白耶稣的成长的时候，她选择把这些事存在心里。她没有说孩子的爸教训他一下，她没有去镇压他，而是出于爱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她试着要了解其中的意义。这是我们父母跟孩子常常会互相忽略的地方。父母常常忽略孩子有一天会长大，大到一个程度，我们要开始学习放手。那个放手的意思不是放牛吃草，那个放手的意思是放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被托付，但是有一天我们要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孩子也常常忽略我们在父母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那个孩子。你长得再大，在父母的眼中永远是那一个不够成熟的孩子。大到一个程度，我们要学习体谅，我们要学习去知道父母的担心和不安。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当然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孩子的顺服和父母的存在心里不一定是所有家庭最好的解决方式。经文也没有提供一个通则，但是经文让我们看见，即使一个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对方，我们还是试着在当中表达自己，试着在当中能够有一个爱的行动。而这个爱的行动不是拿来提醒对方，不是拿来要求对方，
而是要试着在这个关系当中能够和好，在这个关系当中能够互相成全。在这个父亲节，我们也要纪念很多没有父亲的孩子，因为许多的孩子，他们有上帝所给他们的价值，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他们的父母也许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也许他们没有父母。展望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认为要帮助一个孩子，不是你给他钱然后转身离开，帮助一个孩子应该要委身，因为这是我们帮助生命的方法，这是教会帮助一个生命的方法，这是基督徒帮助一个生命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做法是，我们可以定期给他一笔，除了给他一笔以外，透过我们，因为我们要考虑孩子的安全，所以透过我们，让资助的人跟这个孩子，他们能够有通信的机会，他们能够有对话的机会，他们能够有互相鼓励的机会。我们帮助一个孩子，不只是提供他物资，我们也要陪伴他成长。那近年来，我们在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次资助的时候，总是我们在选择孩子。但是很多的孩子，他从出生以来他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很多的孩子他知道为什么他不被选择，因为他长得不够可爱，因为他不是资助人眼中那一个他想资助的样子。所以我们近年来想出另外一个方案是，我们应该聚集想要资助孩子的人，然后拍下他们的资料，提供他们的资料，到那个有需要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办另外一个聚会，让这些孩子来按照这些照片来选择他想被资助的人，选择一个来资助他的人，来帮助他的人。所以这个方案的名字叫 Chosen， 意思是被拣选的。因为我们能够行善，是因为我们被拣选；我们的生命能够发挥价值，是因为我们被拣选，是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和环境，是因为上帝拣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发挥这个价值，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行善，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分享我们所有的给那些没有的。所以这个方案叫做 Chosen。我们被选择来帮助这个孩子，因为我们被选择来行善是有福的。好，给大家看一个影片。这是我们过去在做秋审的时候跟教会合作的影片。我们先在教会集合这些人，为他们拍照，所以教会的人，我曾经有参加过世界展望会的某个资助，那时候有看到一个秋审的这个计划。这次不是我们选择小朋友，是小朋友来选择我们。被选择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可以与孩子生命有连接，希望每个小孩子都能够很开心快乐的成长。这是我们目前秋审在帮助的国家是尚比亚。我们今年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乌克兰，但是其实许多的地方他们的状况一直都比乌克兰还要糟。在尚比亚办的秋审的聚会，
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选择，但是其实它会翻转2个生命。那个选择的孩子，他的生命被翻转；被选择的人，生命也被翻转。还蛮感动的。我觉得他的笑容跟我很像，他们比我想象的还要辛苦。他的梦想是想要成为医生，其实我小时候也是。那你就觉得，你跟他的生命中忽然有一个共通点，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去非洲找他。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人？有一张照片，魏德胜导演，你们有看到吗？知道他在被选择的时候很紧张，因为他一直到很后面才被选到。他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一直很紧张，怎么都没有选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被选择，被那个孩子选择，我们会感受到那个生命的重量。这一段经文的结尾再一次提到耶稣的成长，在前一段经文的最后提到耶稣身体强健，充满智慧，有上帝的恩典。但是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增长的不只是智慧和身量或是年纪，还增加了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这个世界上其实不存在能够完全互相理解的父母跟子女，但是即使在这个不完全，在这个有冲突的家庭里面，还是有上帝的祝福。虽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伴随着误解跟冲突，伴随着抓住跟放手的挣扎，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天上的那一位父亲总是紧紧抓住我们，紧紧抓住每一个家庭，也紧紧抓住这些失去家庭的孩子。愿我们都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活出生命的价值，我们能够帮助许多没有父母的孩子，或是父母没有能发挥他的价值的孩子，来活出他们的价值。愿我们也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再一次体会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在这种困难当中的尽心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今天早上你透过救主耶稣基督年少的故事，他的历程，他家庭里面的历程，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你把何等宝贵的一份爱放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透过地上的父母，让我们经历你那一个有时候我们难以理解的爱。主，愿你让我们每一个家庭，若是我们有冲突的，若是我们有裂痕的，主，求你来修复。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自己责任的，主，求你帮助，求你施恩，求你将各样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恳求你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祝福别人，让我们能够分享你那永不止息的爱。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这一切的感谢祷告都排列在你的面前，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郑牧师为我们的传讲。
不管你的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我们都是阿爸天父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同理心，帮助一些需要帮助、需要照顾的小孩。接下来京剧背诵，我们来背诵2次，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了志气。歌罗西书3章21节。再来一次，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歌罗西书3章21节。接下来圣餐礼，弟兄姐妹请起立。圣餐诗歌与主合一，我们来唱第1段。弟兄姐妹请坐，剩下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每个月的第1周，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圣餐。今天也很特别，我们请到世界展望会他们来做分享。当然，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许你自己还没有当父母亲，所以可能还没有办法能够体会父母亲的感受。所以上次牧师曾经分享过，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手抱孩子，才知爸母时”，就是当你抱着孩子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知道，原来当父母亲就是这一回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当父母亲，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成为孩子的时候，我们无法去体会父母亲的感受，父母亲也许也很难体会孩子的感受，总是这个当中有世代的一个需要沟通跟需要理解的地方。也许我们也曾经受过父母亲的严厉的管教或责备，我们也曾经让父母亲有受伤的感受。马拉基书4章的第6节，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希望这个地是受咒诅的，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土地蒙祝福，那么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父亲跟儿女能够和好。当然这个父亲包含母亲，父母亲能够跟儿女和好，儿女能够跟父母亲和好，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来转向父亲。上帝说，免得我来咒诅这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地需要得到恢复跟医治，就像关系需要得到恢复跟医治一样。因着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当中缺席过，所以我的人生重要的时刻，我的父亲不在，所以我曾经有一度非常的懊恼，甚至其实我很怀恨我的母亲。所以各位父亲其实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角色多么重要。如果我们缺席了，或是我们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身边的时候，虽然母亲也许可以代替跟照顾代替爸爸的角色照顾孩子，但是始终会缺了一些东西。所以我曾经讲过，说我曾经恨我的妈妈，反而妈妈带的孩子，很多人说妈妈是很温柔的，为什么反而孩子们反而不知道怎么去成为一个男人，成为一个
好的一个男生。所以我曾经跟一些弟兄们分享说，也许在小学的时候，年纪还幼小的时候，妈妈的角色很重要，妈妈要喂养、要管教、要照顾孩子。但是等到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孩子最需要的是父亲的角色，因为女生需要学习怎么样去寻找一个好的对象。人生的第一个异性就是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很多人会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异性。怎么样去找到？可以从父亲的身上、父亲的形象去找。一个男生怎么样成为一个男人，一个男孩子怎么样成为一个男人，也需要父亲的教养跟带领。所以父亲的角色很重要。所以我们当中的母亲们，如果你的先生在的话，需要提醒他一个事情是：你要成为孩子的父亲。那个父亲不是叫做缺席的父亲，虽然你可能是在的，虽然你可能人是在的，但是不要缺席他的生命的成长的时刻，因为他需要学习榜样，一个父亲的榜样，男人的榜样，需要学习怎么样让女孩子学习怎么去跟异性交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跟自己的父母亲或许关系上不是那么好，但这是一个和好的时刻。圣餐其实是我们能够跟上帝跟人和好的时刻，包括有时候我们也会恨上帝。很多人说我怎么敢恨上帝？其实我们敢恨上帝，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为什么对那个人比较好，对我比较没有那么恩待我？有时候我们也会怨恨上帝，说为什么安排我走这个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要跟天上的那位父亲和好，让我们可以有和好的机会，跟父母亲、跟自己的父母亲有和好的机会，跟天上的父亲也有和好的机会。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圣餐礼拜。我们知道有在线上，也有在现场。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不是像上个月这样，我们要在现场吃喝这个圣餐礼，但是要请大家还是一样要保持安全距离哈。所以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距离。但是我们期待凭信心，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有人手会给一份，就是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圣餐礼。即使你是不同的宗派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欢迎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样的圣餐礼拜。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是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一同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
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请我们的圣餐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诚心忏悔，我们愿意领受这救恩的人，我们都可以领受这个恩典。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归入主的名下，那么欢迎你现在就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然后让我们预备将圣餐发到你的手上。那我们也会请同工来帮忙我们喷洒酒精，让每个人拿的时候都是安全的。所以当你要拿之前喷上酒精之后，请你记得手搓一下，然后我们的同工会将我们的圣餐包放到你的手上。那请这时候还不要打开来哈，我们让每一个人手上都有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使用。那因为都是用塑胶袋包着的，所以都是很安全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不用担心，我们会在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那也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距离，让我们在吃喝的时候可以来使用。愿上帝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请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合一的肢体。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拿了之后，一样我们就在位置上，我们就坐下来。如果你已经拿到了，就请你坐下来，在位置上，我们等候，耐心等候其他还没有拿到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跟杯。我们的饼杯代表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肢体，我们不分彼此。也许我们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党派、不同的角色，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体。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拿到了饼杯，让我们一起打开来使用，但是我们还是保持安全距离。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
记得口罩要拿下来，要不然塞不进去。吃完我们一样口罩要戴着哈，还是要维护安全的环境跟距离啊。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用奉献求恩文一起来祷告。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的圣餐礼到这里，谢谢。回应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与主合一。我们来唱第二段。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做一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实现的同工。
弟兄姐妹请坐。我来介绍新朋友于嘉显弟兄。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是我们的思英姐的儿子啊，哦，终于看到本人了啊！对。再来是 You Can 靠那个先生。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我们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来唱2遍。第2遍的时候，大家彼此拱手问安。弟兄姐妹，请坐。再来报告教会消息。今天是圣灵降临后第9个主日，我们欢迎实体及线上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今天我们感谢我们郑牧师为我们的分享，谢谢郑牧师。请牧师。我们请3位传道。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证书要颁发，就是总会有给我们的堂会有3位的义务传道，他们要颁发这个义务传道的证书。那这个是因为总会的一个制度里面，它有一个义务传道的制度。那感谢上帝，让我们有几位本来是要在这段时间要进修，但是因为其他的还没有进修的一些的这个堂会的这个义务传道，他们纷纷已经拿到了证书了，所以我们堂会正在进修的这几位如果没有拿到，那就是很可惜，而且也是不符合体制，所以我们就为他们来颁发这个证书。但是这个证书不是代表他们就是好像就是一个身份或什么样的角色，
而是他们要更谦卑的成为仆人跟使女的角色。所以义务传道就像义警跟义交一样，它是在协助牧师、协助传道人在牧会上面的一些的工作上面，他们需要做一些的分担所以千万不要就是把他们看作好像是一个很正式的，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传道跟这样的一个传道人的角色，一个传道的人所以他们跟我们弟兄姐妹都一样，都跟我们弟兄姐妹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会需要他们来做一些的协助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特别我们有2位的义务传道，他们还正在学习中。那学习总是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机会要成长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他们祷告，关心督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越做越好。那其中有几位他们也已经担任这个成人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的教导的工作。那我们期待这些的我们的义务传道，他们能够承接这些的工作，继续在教导事工上面能够继续的努力。那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也都相当的优秀，也都还在神学院进修的当中。那我们因为总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证书的发放，所以我们就请这3位到台前来那一位当然就是我们最认识的我们的林老师林继博弟兄请他们到台前来。还有我们的肖玉华师母还有我们的迪华姐妹，请他们3位到台前来好，转一下。好，中间这一位是我们最认识了这个从最资深的，这个从我还没有来到荣光堂之前，他就已经一直是我们的这个义务传道了所以这是林老师，今年已经83岁了所以你看到83岁还是我们的义务传道好，然后这个内举不避亲了这是我自己家里的师母但是还正在学习的当中还有迪华也是这个神学院的学生他们都已经修了12个学分的课，按照总会的规定是要修满30个学分，但是因为刚刚讲了其他的堂会都已经拿到了，他们没有修课都已经拿到，有修课的怎么可以没有拿到所以我们就勉为其难，我们就这样的来发个这个证书，但是他们是服务大家的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服事能够更加的稳固好，请转过来转过来。好，那我们就一起要来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的义务传道他们能够承受这样的呼召，能够来领受上帝的这样的呼召，然后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3位的义务传道来献上祷告，让他们在服事上更加的得力蒙恩，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在服事上能够有忠心摆上，并且能够用他们的恩赐来服侍众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颁发这个证书来，林老师，来请转一下好，这是林老师的义务传道证书。好，谢谢。好，这个我们家小姐的好 ，OK， 好，来迪华。好，谢谢。好，一起照，OK， 好，这个应林老师的要求来，我们一起来拍照来，传道人一起拍照，来拿着好，谢谢大家，谢谢。其他教会消息、肢体消息，弟兄姐妹之间参阅周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
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蒙恩，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都蒙上帝的看顾，让这个地方、这地的咒诅能够尽快的离开，祝福充充满满的临到。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姐妹，请坐。献乐。